我近排咧睇黑鏡咧，可以去唔同嘅平衡世界。咁你覺得呢樣係咪真係之後可以發生到啊？平衡世界係點產生嘅呢？關鍵就係時間穿越。目前地球嘅時間係線性單向嘅，但當我哋嘅科技同道德水平都到達足夠高嘅層次嘅時候呢，我哋就可以掌控時間。首先，我哋嘅科技需要能夠創造呢個穩定嘅蟲洞同埋時光機，肉體咧就可以用嚟穿越時空啦。其次咧，我哋整個嘅人類社會必須要具備高度嘅道德情操，唔會去隨意咁破壞呢個歷史。喺呢個靈學上咧，地球嘅時間軸係有一股力量去守護住嘅。咁當我哋嘅文明咧進化到某個程度嘅呢股力量咧，就會令呢個時間軸由線性變成呢個環形嘅結構。如果我哋冇能力去控制我哋自己，但係又有力量去改變歷史嘅時候，人人都會為私心去改變個歷史，咁世界就會大亂啦，文明就會覆滅噶咯。咁情況就等於你交個核彈嘅發射器俾個馬騮一樣。再者咧，如果外星人知道地球可以有好多個平行時空，可以亂咁嚟嘅時候咧，咁佢哋一定會想盡辦法去創造一個冇文明嘅地球，咁佢就可以隨意咁拎我哋嘅資源嚟用啦。所以咧，地球佢就會伸一股力量出嚟去保護自己嘅文明。當人類真係有能力去掌控時間嘅時候咧，地球先會將個時間交翻俾我哋。當時間軸由線性變成環形之後咧，接近無限長嘅時間之後，你就可以翻今日，你可以重新經歷過去，一切可以重新嚟過。由於所有彎曲嘅時空都可以利用蟲洞嚟做捷徑，到時如果我哋真係要回到過去嘅時候，我哋梗係唔會行呢個無限長嘅時間翻到過去啦，而係會用翻蟲洞嘅。如果想了解多啲環形時間軸又或者係循環時間嘅概念嘅話咧，大家可以參考下時間螺旋理論同埋基於廣義相對論嘅封閉呂氏曲線理論。